呀，一群猪啊，送人头呢。你都闹到菜啥了？才轮到菜了，啥子？哦，那个饱了，你滚了，滚到当搬了，滚完了。这光一大姐，真正做的断的讲不过阿分弄，结果阿分弄了个么？阿被踩到，都呀，三字没就都要乱到了。嘎子，我到菜啥？才轮到菜了。干哪完的？滚电子讲的。吃啥多？热到地头倒霉，印到那把加水机，板子在板油，热到热没？到热印到那整天讲不能。到你能没？都必须中药名字哦。我讨知道啊，我弄啊，哪头娘，哪只头娘，怎么过没？哪头娘过点三种字哦。在，三子来了，三子。你都，正宗做个好在我咋？晒了，我拿的，怎么我拿鸟的被炖了，我都要三种子，这里那做这么抠呢？三子晒了，这里这么抠当了，被做这么闹哦？三子晒了，这里这么抠当了，被做这么闹哦？你别笑。